咁啊影相俾大家影下呢個小朋友。咁啊呢一邊嘅話咧係冇街行嘅。嗱咁啊，剛先因為剛先都有少少阻滯，有少少塞車。今日星期天呢個時間我哋都會縮嘅時間俾半個鐘頭時間大家行下影下相上間咯，好嘛？因為我哋轉頭咧14速過度咧呢度過去車程1個鐘頭鬆少少，1個鐘頭10分鐘左緊先至會到達。咁我哋因為1天團同2天又唔同。我哋轉頭咧晚餐食完晚餐又程㗎啦，咁啊盡量咧唔好話太晏先至離開廣州市區呢個地方。一到下晝廣州呢邊咧就會比較塞車，我哋盡量揸緊呢度縮少啲時間咯，半個鐘頭俾大家喺呢一度行一行影相，上洗手間係啦，即係揸緊時間，因為一到再晏少少咧，廣州呢度好塞車嘅市區市中心廣州係佢成個廣東省最塞車嘅一個城市嚟嘅。嗱，而家我哋嘅正前方咧，呢一個咧就廣州大劇院。落咗車之後咧，大家見到呢兩棟咧好高嘅大廈咧，就叫廣州雙子星。右手邊嗰度咧，好似魔方嘅嗰個咧就廣州博物館。一側邊呢一個咧凸起身嘅呢嚿嘢咧，就當時廣州亞運會開幕式嘅一個場地，叫做海心沙。OK， 嗱，我哋架車。